喂，喂，金麒麟，金麒麟，喂，哎，金麒麟，哎，哦，你怎么这么重啊？女王驾到！女王威武！女王驾到！女王威武！哎，李白，女王威武！女王驾到！李白，女王驾到！女王威武！女王驾到！世界之王，停！威武！谁喊我啊？兄弟们起来，冲！哦！老板，老板，一起扶一下，快点，快！慢点。哎呀，背着呀！大梅姐，老板他这样，我有点……都什么时候？他生病了，快点！哎，可是一起来。你谁呀？苏达美的男朋友？加油啊！世界是我的，也是我们的。走。公公，什么人？要干嘛呀？要别动手啊！我想是不是都被你做掉？神经病！今儿什么日子呀？这太阳与狼一起出来了？